有冇粉絲朋友試過坐住高鐵嚟遊山玩水嘅？一邊坐住高鐵，一邊喺深山入邊睇住雲海嘅呢個感覺，有冇試過先？呢一次大角山4日遊，高鐵來回只需要999蚊，而且係全程無購物嘅。另外啊，我哋住嘅酒店都非常之正嘅，仲有一晚係溫泉酒店俾大家浸溫泉，去除一下疲勞。喺行程方面，我哋安排5大精華景點俾大家去參觀嘅。第一站大角山古鎮，呢度山清水秀，更加有小橋流水，非常之寫意一個地方。第二站到達大角山景區，我哋坐沿纜車上到山頂上面就坐高鐵啦。呢個高鐵呢穿梭喺山川之間，特別係呢2個月去會經常見到雲海嘅，一座唔使爬嘅山，值得大家擁有啊！如果想索要行程嘅話，麻煩喺評論區留下大角山呢3個字，我哋將詳細信息發送俾你。第三站到達全世界最大嘅客家文化基地，呢度有好多客家圍屋可以睇啊，有正方形嘅，有圓形嘅，仲有圍龍屋型嘅，好好咁了解客家文化。第四站通天寨係必須嚟打卡嘅地方，因為呢度有矗立而起嘅大地之根，更加有孕育無數生命嘅大地之母啊！我哋可以近距離咁參觀一下，見識到大自然嘅神奇之處。第5站到達贛州版嘅聖托里尼，咁精彩嘅行程啊！我哋先至收999蚊啫，想嚟嘅快啲報名啦！